今日来甲恁介紹這款半九大餅擺甲定壓落位，落伊迄段吼定2升搬到6升啊吼，將有順年去爽到。你話這幾時間4升你甲送大家，伊只個落原價1支袂是200外300元，這幫老早多話講，這款4升甲送大1支才袂從80外元定，你若去買迄支2升半吼，1支才800多元定，非常加便啊！落你這段落甲來打，安尼好貼抹甲，暗暝應該時候落就安尼甲貼抹安尼你就落甲揭抹安尼煞袂降低非常加好用啊！你睇咯，這個來打吼，這個抹吼，就是甲迄支攞熬湯啊、熬排骨啊啲個吼，落你傳根骨甲你甲這個落耐用啊，非常耐抹甲耐光啊吼，你落這個來打吼，就是甲分量甲，這就來焖啊、水抹啊，吼，還是燉這講好就對啊吼，落你這個衛生啊吼，這個我有迄支黃梅白個咯，好可能去掃單甲時間啊時間，你話甲有3-4陣甲下格陣個，所以咱來用這款就比較放心。咱來推這個對半吼，伊落甲是加高加大個放熱對半，加熱速度特別減慢，受熱非常加高溫，再甲來焖飯啊是來壓排骨啊吼，10幾分鐘定就熟，你話甲有黃金色個。你來推這對個講靚咯，好焖飯啊、煲湯啊、炊好啊、熬豆類啊、熬牛眼肉類啊，你話好清飯加熱啊、熬排骨啊，你個做糜啊，你話有個開小灶啊講靚，你話上喜歡伊這個好24小時2夜定時，你睇遐個講靚做個呀。來，咱來推這個看你睇咯，外半粒包向多隻，你來半呀吼是甲遐個食餅去不鏽鋼材質個，你睇咯，餅質推出非常加好個，你話調遐個加高個密封庫，也是愛做你睇咯，差唔多加放落去搞可以放這些咯，你就該熱緊，熱伊來半出去佢擺出來，然後就安尼裝落去搞，安尼只客就好做吼。你基本摕隻手來是推當家個重量非常加好，你這個色澤也是硬吼。來你半九伊這個人啊是專門來做豆瓣小家電，所以咱買。個定壓落位來用啊吼，就比較放心。你恁今日落單，我有送個年米杯，你話迄個送這個椰飯絲吼，你迄段我有王惠香，所以恁放心，就恁無